去年9月，云林有2台车伫咧路里相撞，弄着几名无辜的民众，甚至害人重伤，要锯断脚骨。因为私人的纠纷去危害公共安全，即阵检方是依照刑法妨害公众往来安全、致重伤等等的罪名，甲这5个被告起诉，纠判上无要关7年的有期徒刑。去年9月，有2台车因为私人的恩怨，伫咧云林好尾的林心路驶正紧的相撞，结果煞失控去弄着几若个无辜的民众，甚至害人重伤，要锯断脚骨。检方伫咧5月底是依照妨害公众往来安全、致重伤等罪提起公诉。本案被告5人漠视用路人的安全，在往来频繁的林森路上高速追逐，导致于有人因此受有重伤，故本件承办检察官请求法院从重量刑，予以具体求刑，请求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。云林地检署表示，双方是因为这部的代志超袂好势，就赛车相撞，各条故意弄来弄去，害无辜的民众受牵连。代志发生到当时已经要9个月，不过当初时受重伤、锯断脚骨的民众，算是拢也未得到赔偿。我觉得我这只脚不止7年可以去赔偿这个部分吧？对啊。我本来很正常的人，生活都被打乱了。就是说，对方能够接受法律的制裁，那能够该给的赔偿也是要给啊。经过几若个月治疗甲复健，这位姓陈的骑士是即摆才重新适应生活。伊讲后续会以刑事附带民事来讨赔偿。因若检方嘛强调，若是危险驾驶的行为去损害到公众安全，因是一定会严格来办理。公视新闻综合报道。